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路加福音第40天的共读。今天是这个受难周的礼拜三退休日耶稣在教会传统当中会举行必经的晚祷。我们昨天读到的路加福音的22章，看到当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门徒开始争论为大，同时耶稣也预言彼得将3次不认主。还有耶稣也要这些门徒带钱囊、行囊，还有带刀，因为圣经预言这个弥赛亚要被列在罪犯之中。那耶稣也带着门徒出这个楼上的大房间，去到了橄榄山上祷告，要门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要谨祷告，免得陷入迷惑。那这是在受难周的礼拜四。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个耶稣的被捕这件事情。路加福音的22章47节开始耶稣要在讲的时，忽然有一群人来，在里数都的一个叫做犹大的最近带路，伊行我耶稣要甲伊诊。耶稣甲伊讲：犹大，你用喙针来出卖人主哦。耶稣身边的门徒看到在发生的代志，就讲：主啊，阮用刀甲因刣好无？其中有一个甲大祭司的仆人扑落去，甲伊正边的耳射起来。耶稣讲：毋通阁动手。耶稣摸迄个仆人的耳，甲伊医好。耶稣甲遐个来要掠伊的祭司长、圣殿的守卫官，甲长老讲：恁举刀举棍出来，是要掠强盗是无？我逐日甲恁伫圣殿，恁无下手甲我掠，毋过这是恁的时，黑暗在掌权啦。那耶稣在橄榄山要门徒警醒祷告就是要继续祷告，一次都不要进入试探。那但是还在说47节说，耶稣话还没有说完，就有人带队来。带队的是谁呢？犹大走在前头。可见在这个橄榄山的祷告呢，我们从其他福音书当中，耶稣也对犹大说：“你要做的事情，就赶快去做吧。”所以犹大很快就绕人来，知道耶稣这个时候习惯会在什么地方，就找到了耶稣，然后呢，用嘴亲吻耶稣来出卖人子那这个亲吻呢，应该就是一个过去他们的这个一个风俗，而这样子亲吻呢，让在一方面可能是在夜间，而且也让这些官知道说，哎，犹大用这个当做记号，谁就是要下手捉拿的人，那捉拿之后呢，犹大他就是这个见证人，带去审判的时候呢，审问的时候，犹大就会来指出，这个人他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跟耶稣在一起的门徒呢，见这个时候呢，那有人来逮捕他们老师，所以呢，他们就拿刀，然后就门徒问主啊，我们可以拿刀用刀砍吗？拿刀砍吗？可是应该其中有一个人，那这个人呢，还没有等耶稣说可以跟不可以，就挥刀向大祭司的奴仆所以可见这一群来捉拿耶稣的人，也有大祭司的手下在，那在这个约翰福音呢，我们知道这个拿刀的人是谁呢？就是彼得。然后被砍的那个奴仆是谁呢？也知道约翰福音第18章也记载他的名字叫做马勒古那削掉他的右耳。但是呢，在路加福音呢，的记载更详细。虽然没有记到两个人名字，但是有记载耶稣说：别再动武，算了，住手吧。那这个现在中译本翻别再动武，就是不要再动刀，再拿武器。耶稣呢就伸手摸那人的耳朵，治好了他。那只有在路加福音有记载耶稣治好那个人的耳朵这个动作。接着呢，就是耶稣对那些来抓他的祭司长，还有圣殿的警卫官，还有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抓我，把我当作暴徒吗？所以可见呢，这些祭司长用30两银子收买犹大来出卖耶稣，而犹大呢，就是去扮演密告然后带着这些人来捉拿耶稣。那说你们把我当作暴徒吗？和本翻成强盗吗？
那这个字呢，在希腊文的意思当中，也有革命分子的意思，就是你们把我当作是革命分子吗？我革谁的命呢？我天天和你们在圣殿里，你们并没有下手。就是耶稣他从进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在圣殿教训，在圣殿讲道，然后在人家问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然后他也故意不回答。但是呢，那时候你们都没有下手，但现在是你们横行的时刻，黑暗掌权了。黑暗掌权，耶稣也知道，这是必定要发生的事情。好，那我们继续来看54节，彼得唔认耶稣，因掠耶稣压伊入去大祭司的公馆。彼得离远远地对耶稣，因伫亭的中起火，为伫火迄边做伙得坐，彼得嘛坐伫因中间。有一个女婢看到彼得火得坐，紧紧甲伊上，讲这个嘛是耶稣因迄阵的人。彼得毋认，讲你这个查某人，我毋捌伊。过无偌久，另外一个人看到伊讲，你嘛是因迄阵的人。彼得讲，你这个人，我毋是。差不多过1点钟，阁有一个人坚持讲，这个人确实有得甲耶稣做伙，因为伊嘛是加利利人。毋过彼得讲，你这个人，我毋知影你在讲什么。伊还在讲的时，鸡随时啼。迄时主回头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伊讲的话：今仔日鸡啼以前，你会3遍毋认我。伊就出去外面大声啼哭。那耶稣被犹大出卖，然后接着就被带走，把他当作是这个强盗，把他当作是这个暴徒，把他当作是这个革命分子。抓到耶稣之后呢，就把他带到大祭司的住宅啊。那这个时候还是夜间，所以耶稣呢在夜间就是被审问呢。好，那这个记载在马太26章、马可14章、约翰福音18章，都有相关的记载。那这个大祭司呢，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其他的福音书当中看到，有去了亚拿，又去了他的这个女婿该亚法，因为那时候的大祭司是该亚法。岳父亚拿呢是前一任的祭司，所以这个到底是大祭司亚拿的住宅还是该亚法的住宅？好，那在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也有记载。那彼得是远远的跟在他们。那时候他们在院子当中生活，可见那时候晚上天气还会冷。好，那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现在西历阳历的4月4月左右，就是在这个复活节之前。那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4月晚上还是温差很大，还是会冷，所以他们必须要烤火。而彼得就跟他们坐在当中。好，那彼得为什么要混在这里面呢？因为他想要知道耶稣的情形。好，所以而且彼得身上还带着刀。好，约翰福音说砍掉大祭司仆人的是彼得，就被抓的是耶稣。好，现在彼得也混在这里面。有一个婢女看见彼得在烤火，就盯着他说这是跟耶稣同一伙的。彼得马上否认，还说你这个女人啊，好，就是还一直怪他乱讲话。好，这是彼得第一次否认。又过了不久，又有人注意到他说你是跟他们同伙。彼得说你这个人啊，好，可见第二个指出他的不是女人。好，然后彼得第二次否认说我不是。那又过了1小时，好，那这个时间很清楚啊。好，所以1小时，所以到后面记题，所以可见这个时间也蛮长的，就是天快亮。好，所以这段的记载呢，可能不在于说耶稣到底在里面被这些的大祭司或是被抓住他的人在里面到底在拷问什么而是彼得在外面烤火也在接受人家的拷问但是彼得第3次的否认因为第3次的人一口咬定说毫无疑问这个人跟他耶稣是同伙，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那到底是他怎么认出他加利利呢？是从他的口音说出来，还是他的
着呢，还是就是大家就知道他是加利利人？好，但是彼得却说：“你这个人，我不懂你在说什么话。好，你在说什么？”但彼得这个话正说话之间，话还没有讲完，鸡就啼了。好，所以鸡啼呢，可能也代表这个天要亮了，好，天要亮了，或是天快要亮了。而在路加福音呢，好61节有这个动作，好，主就转过身来注目看彼得。好，那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好，没有看到耶稣的这个动作，倒是看到彼得是想起主对他说的话，好，但在路加福音，好，主还转过身，好，所以当耶稣在这个大祭司的宅院里面呢，好，接受审问的时候，好，彼得也可以看得到耶稣，好，但是这个基提的第3次呢，好像主耶稣就在跟彼得打暗号，只是这个暗号不是说要彼得做什么事情，而是在提醒彼得，说你会3次不认我，好，因为这个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好，但是耶稣还昨天的经文又说，耶稣已经为彼得祈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啊。那但是那时候彼得怎么说呢？主啊，我已经准备好要与你同坐牢，与你同死啊。所以61节彼得就想起主说过的话，好，要兼顾弟兄啊，而且主说你会在鸡叫以前3次不认我，所以彼得就出去就痛哭起来只有路加福音呢，好，用了痛哭这个字，好，痛哭，痛哭的意思呢，就是很苦的哭啊，这个哭还要加上很苦就是很痛苦。那其他马可就说彼得就哭了，好，但是路加呢把它形容得更贴切。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好，那个看呢，好，就是现在中文本翻的注目或是注视，所以这个耶稣看彼得的神情呢，好，我们要跟前面的话是连结，好，因为耶稣已经为彼得在祷告，为彼得不要失去信心祷告，好，这下彼得痛哭，就是他对的信心呢，好，可能有点呈现崩溃的状态我们再继续往下看63节，遐看守耶稣的人，甲伊戏人，搁甲伊拍，因按伊的目睭问伊讲：先知，你甲阮讲，啥人甲你拍？因搁讲真侪话甲伊侮辱。所以这在公会当中，或是在大祭司的院宅当中，其实就是在一个到逾越节的节期当中，或是到除酵节，但是他们却没有在守节感谢上帝怎样拯救他们脱离出埃及，反而在这里呢，以能够除去他们的眼中钉为乐，甚至呢还这样戏弄打他，好，蒙着他的眼。好，然后呢，猜猜看谁打你？好，然后用很多的话来侮辱他。这个侮辱、辱骂呢，好，包括毁谤，好，也包括亵渎。所以他们亵渎、毁谤，不是只有毁谤耶稣，是毁谤神，是毁谤神的儿子，是亵渎神的儿子哦。不过耶稣也说，亵渎人子的罪干犯人子的罪还可以得赦免但是干犯圣灵是永不得赦免。那最后66节，天跟犹太人的长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组织，因甲耶稣押去因的议会，甲伊讲：恁若是基督，就甲阮讲。耶稣甲因讲：我若甲恁讲，恁嘛唔信；我问恁，恁嘛唔应。对现在起，人子会坐伫全能上帝的正边。众人讲：安尼你就是上帝的囝咯。耶稣应因讲：我是恁讲的。因就讲：咱要需要什么证据？咱已经有听到伊亲嘴讲啦。那耶稣被这些的公会的这些兵士兵丁来抓去在夜间拷问甚至呢看守的人还戏弄他，鞭打殴打他，还蒙他的眼然后呢打他，然后再用话辱骂他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了天亮的时候，所以这个最后的晚餐其实耶稣是
绍克西尼马尼园祷告，结果被逮捕，被带到大祭司的家中，好，然后呢，在那边天气寒冷，好，但是什么都不能做，好，那到天亮之后，有谁呢？民间的长老，还有祭司长，还有经学士，就是文士、教师都聚集，然后把耶稣带到哪里呢？好，带到议会里啊，这个议会呢，就是公会啊。工会，所以这也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在公会当中，对呃耶稣有进一步的这个审问啊，好，那这个在马太跟路加都可以看到这一段的记载，好，而且呢，他们都要问一样的问题：你是神的儿子吗？好，所以但是耶稣显然的就是没有要按照他们问的直接来回答他们。因为即使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会相信。好，问你们什么问题，你们也不会回答。好，因为这是耶稣之前跟这些法利赛人、经学士、祭司长，几次交手呢，他们的反应就是没有办法回应了。但是耶稣反倒自己给他们说，但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了。好，那这个右边就是在架柄，好，就是大的那个位置。所以他们一听出这个话中有话呢，好，就马上反问：这样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吗？好，马太福音也是 care 这个字，好，你是上帝的儿子吗？好，那耶稣呢，怎么回答？说你们说我是，好，并不是我自己说，是你们说的。但是呢，他们就是耶稣也不否认，好，所以他们逮到这个耶稣有亵渎神，就是说他亲口说他是神的儿子的，好，不需要再找证人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需要再去找什么犹大，好，来指控他，不用再找一些的人做假见证来陷害他。现在他们大家有在公会当中亲耳听见，耶稣说了亵渎神的话，他把自己比喻成神的儿子，好，这是亵渎上帝的。所以呢，好，他们就准备要把他交去给比拉多。好，那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在这个祷告之后，被逮捕，但逮捕当中呢，我们看见他依然对这些捉拿他的人，来行医治，甚至呢，把这个重点放在彼得3次不认主，但是彼得在不认主的当中，其实耶稣一直在为他祷告，耶稣还转身看他，以至于彼得很痛苦的哭。好，那耶稣不论被戏弄、被鞭打。那但是呢，这一群人他们还是要想办法找到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呢，就是耶稣没有否认他真实的身份是神的儿子，但这也是耶稣最后被带到比拉多面前，被钉十字架的这个罪名，自称是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因为他干犯了宗教上的罪，也干犯了这个政治上的罪，他想要这个篡夺这个犹太人的王位啊。那盼望我们在在受难周的当中，我们再一次来看这段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更体贴耶稣不仅为彼得祷告，也为我们的软弱祷告，如同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一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着耶稣他的代祷，让我们没有失去了信心，并且让我们知道要回头，还要知道要用这样子回头之后的信心来建立、来兼顾我们的弟兄。主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像彼得这样子的来跟随，但是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愿意的心，与主一起同受这些的苦，愿意来分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所担的这些的刑罚。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的救恩，也看见耶稣基督的怜悯的心让他有一个他的爱仇敌，还有为迫害他的人。耶稣总是用祷告来回应，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遭遇逼迫、遭遇困难的时候，也让我们用祷告来寻求神，求主帮助。这样祷告祈求，奉号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